3年前，台电公司伫新北瑞丰的水南洞13站位置点顶打造一个天空之城，成做出名的观光景点。今年中秋连假，这台电嘛要甲建筑师舞团合作，要来举办黄金圣殿艺术节，而且开5年时间，修复完成的金瓜石新社，也结合科技甲技术，呈现伫民众目睭前。舞蹈家展现优美的姿态，象征今年的黄金圣典艺术节特别开始。台电公司甲建筑师舞团合作，希望透过新兴的科技甲无同款的技术，让民众看到设计金瓜石新社的光景。也可以在你的 AR 的体验的过程中，去跟就是包含你的常常熟悉的社群平台，不管透过拍照体验，看到这一些过往的神社的状态，然后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跟你的朋友做分享。台电这几冬接管新北瑞丰的在地资产，2019年点光东北角海边的13站位置，让黄金岁月再现。这届修复的金瓜石新社是台湾历史上第3座新社，经过5年的时间才完成修复。第一代的神社是一个木构，一个石造的，我们也特意把它留下来，算局部留下来哈。然后目前我们在这个入口处哈，那做了一个现代的仿的一个我们叫碧仪亭。台电公司和相关的厂商签约，艺术节按算伫今年9月中秋连假起稿，艺术家拢表示真期待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